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天馬行空》第4集。我是小張。在國語內底，若是講時薪，在咱閩南語內底，咱就愛講財帛。這字財，甲老神在的財，是毋是同一字？正字到底安怎寫？咱今日就要來甲講清楚，說分明。一開始，咱先對這字薪開始討論起。不管是戰國時期的明子，還是東漢時期的論衡，攏有寫到帛薪，還是薪帛這兩字。可見這兩字在上古時期就已經算是常用詞啊。所以講，在國語內底寫時薪，在咱閩南語內底，咱就甲寫作時賦。這個寫法合情合理，相信各位應該嘛有法度接受。小張，合情合理是無毋對啦，但是薪帛這兩字根本就無需要你來介紹嘛，大家攏嘛會曉講。比如講，我甲你足薪帛的意思，就是我甲你是知己，咱兩個足好的，就是這個意思嘛。顛倒是你拄則讀的時賦是國語，閩南語到底安怎讀，你毋着緊講。好，我即馬就來講，咱即馬來看教育部安怎記錄，這兩字就愛讀作雜帛。佇漢典內底嘛是記錄這個音，這字實會使讀作實，嘛會使讀作雜，一點仔問題都無。小張。這件代誌有淡薄仔重大哦，是安怎教育部甲漢典記錄的音讀作雜帛，但是咱攏甲讀作財帛。對啊，這個字本來是入聲字，讀作雜，咱即馬甲讀作財，財帛的財。咱來看這個變調規則，對第3調甲接倒轉去，就是第7調。第7調對應的就是唱的聲調，所以咱即馬攏甲這個字讀作財。是安怎這個字會使讀作財？真簡單嘛，因為年久月深，咱讀到走音去嘛。毋是教育部，嘛毋是漢典記錄錯誤，是咱讀了毋對伊。有一寡人家己讀了毋對伊，毋知，閣咧怪教育部記錄了毋對伊，另外閣去找字來鬥。實在講啦，無這個必要啦。找來遐奇奇怪怪的字，攏是錯字啦。咱即馬話講倒轉來，這個字會使讀作實，嘛會使讀作雜，閣會使讀作財。這字財安怎用法？咱即馬就來說明。咱即馬來看說文解字安怎寫。富業、將面、將冠，冠就是家財萬貫的冠，就是錢啦。佇公文內底寫成業、滿業，佇正文內底寫昌業、虛之對業。這字虛就是空的意思啦。簡單講，這字實相對應的就是虛，就是空。咱講到呾為止，攏有文獻，攏有根據。攏有所本，但是即馬小張要來甲天馬行空一下。佇教育部的網站內底有寫這4字，叫做老神在。寫這字在有啥物道理？無道理嘛。小張認為應該就愛甲寫作安尼，寫這字實，老神在，毋才有意思。對應的就是老神虛虛，老神空空，是毋是安尼？親像有淡薄仔道理哦。敢也閣有，當然嘛有。在教育部的網站頂懸有記錄這個詞，讀作在打。這個在打安怎用法？咱來舉例。小張，你上台演講攏袂緊張，安尼你會打足在的。這個在打就是這個用法，但是寫這字在，哪有啥物道理？根本就無嘛。小張認為在打就應該愛寫作安尼，咱寫這字實，甲讀作在，表示這個打無虛虛，無空空，無噗噗嘛。安尼講有道理就對，也閣有無？當然嘛有。咱當講一句話，心頭掠好定，後一句就是骹步踏好在。這字在是毋是都愛寫這字較有道理？意思就是腳踏實地的實嘛。這個骹步踏好在，相對應的就是骹步踏虛，還是骹步踏空意嘛？是毋是安尼講？這個骹步踏好在的好，小張袂曉寫，先甲寫這字，歡迎各位甲小張指點。這就是第3個天馬行空。那安尼講起來，寫這字在較有道理，也閣有無？當然嘛有。說落來，咱來討論這集內底最後一個天馬行空。這件代誌愛對這兩字開始討論起，這兩字愛讀作實在，意思各位攏清楚嘛了解。在先前兩漢的範圍內，甲查實在這兩字出現12擺，但是這12擺意思甲咱即擺講的實在攏有出入。小張，你講有出入，意思就是無共啦，吼，對啦，就是無共款啦。敢講實在這兩字有啥物問題？可能有哦，
咱繼續甲看落，咱繼續用實在這兩字佇漢代之後的範圍內甲查落，出來的結果有百幾擺。佇這百幾擺內底，一直到宋朝的朱子語類內底，這個實在甲咱口語內底講的實在意思才同款。小張，敢講你有啥物閣較好的想法？是毋是閣較好？我唔敢講，但是我會使講出來，互各位參考看覓咧嘛。小張認為，這兩字都應該愛寫作安尼：第一個實就讀作實，第二個實愛讀作在，兩字連用愛讀作實在。佇閩南語內底有一個現象，就是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。這以前小張捌介紹過，咱即馬來複習一下。這個閩南語甲所有的語言攏同款，書寫的版本甲口說的版本有淡薄仔無同款。親像這句話：頭家，我要加一粒滷卵，你嘛會使講頭家，我要加一粒滷卵。這是書寫的版本。若是口說的版本，你會講頭家，我要加一粒滷卵。加就是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。咱繼續來舉例說明。昨暝有啉淡薄啊，9點就去困啊，到7點才起來。你嘛會使講到7點才起來。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的結果，口語的版本你就會使講昨暝有啉淡薄啊，9點就去困啊，到7點才起來。小張要過來強調一遍，閩南語甲所有的語言攏同款。書寫的版本甲口說的版本有淡薄仔無同款，兩字連用、文白相他這個現象，不知不覺中間，佇咱的生活當中，咱攏有去用到。咱繼續來舉例說明，小張這個人真實，這字實嘛會使讀作在。小張這個人真在，這是書寫的版本，佇口說的版本內底，咱就會使講安尼。小張這個人真實在，這兩字實真有可能就是實在正講的寫法。這就是兩字連用、文白相他的結果。但是古早人袂曉寫，甲寫作安尼，後壁這字在音正確，但是意思不對，所以這就是倒字的寫法。咱來講結論：第一，這字實有三個音會使讀，會使讀作實，嘛會使讀作雜，閣會使讀作在。第二，老神在在，在打，骹步踏互在，攏寫這字實，咱甲讀作在。第三，年久月深，走音去是一個自然的現象。世界上任何語言嘛攏有這個現象。教育部甲漢典記錄的是正確的，咱袂使因為咱講的話、咱發的音，甲教育部甲漢典記錄的有重疊、有出入，咱就另外去找字來鬥。其實啊，找遐個字奇奇怪怪的字嘛攏是錯字啦，完全無這個必要。第四，兩字連用、文白相他這個觀念，佇咱的生活當中，不知不覺中間攏有去用到。小張認為，實在這兩字真有可能正講的寫法，就是寫兩字實。第一字實讀作實，第二個實讀作在。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的結果，就是讀作實在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